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内行看布底，外行对人买。意思是内行人买衫裤时，伊会看布料；若是外行的人，敢会买流行的衫裤。因为布料的好歹，关系到衫裤的价值。所以讲内行的人会详细看这个料身，要不外行的人看袂出来，只好呢对别人比买。买衫裤会使对流行，要不投资做生意，也是买股票，都要谨慎，一定要内行。若无正想要趁钱，恐惊比较较困难。像这个乡亲，一听到某一支股票会起，就对人伫买；听到某一个人买股票趁偌济钱，就学人咧炒股票。像这款的人，若有趁钱，甲你恭喜；若了钱，这嘛是意料中的代志。今日讲的俗语是：内行看布底，外行对人买。